后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台南市麻豆农会，伫这个疫情爆发了后，推出着直播，邀请到料理专家、青年农民等等无共的来宾来煮食做料理，甲顾客面对面来互动，这个效果真好哦，成功来带动农会业绩。 假日一天的营业额就破100万。另外，这个永康农会是用组团代销产品的方式，这波嘛真有效哦。去年就卖超过5000万。有酸味的寿司，再借由那个美乃滋的格子，把它们分一分呢。料理专家用超市的食材，轻轻松松就使做出好料理。最后一手。 台南市长黄伟哲嘛来透露，这专案展现好查甫人的一面，一条直播商机真大。麻豆农会伫疫情发生后，嘛来试看卖。想说进来逛那个，对啊，这边有做改变，才会想进来看一看。最简洁的，那米也个节的。农会成功将危机化为转机，内部空间嘛打造为百货公司型的超市，转型了后，假日一天会使做超过100万的生意。 客群最大的改变，来都是一些年轻人，啊，包括我们自己还有一些桌椅可以让消费者休息。创意带来商机的，还佫有。这2年啊，永康农会引进少年人透过网络行销，伫去年达到超过5000万的销售额，随着黄金的销售管道，农会嘛会使变成金鸡母。